彩色寶石有好多種，究竟唔同顏色有乜嘢選擇呢？紅色，大家即刻會諗到紅寶石。但除咗紅寶石，我哋仲可以參考其他紅色嘅寶石，譬如紅色嘅藍寶石啦，同埋石榴石。單係石榴石已經有好多種唔同嘅紅色啦，美女石榴石、紫牙烏、芬白石同埋一般嘅石榴石。綠色，大家第一時間肯定會諗到祖母綠。但係其實我哋仲有沙弗萊、透輝石、寶石級嘅橄欖石、綠色嘅碧璽同埋綠色嘅藍寶石。綠色寶石我哋戴上係非常之顯白嘅。而藍色啦，除咗藍寶石，仲有 Topaz 托帕石、藍輪灰同埋海藍寶，襯牛仔褲係一流嘅。另外彩色寶石仲有彩藍寶、碧璽等，係一個冇人可以抗拒得到嘅彩色寶石。紫色有檀桑石同埋紫水晶，而黃色有黃色嘅藍寶石啦、黃色碧璽、黃水晶、檸檬晶，絕對係黃鑽嘅平替啊！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咗彩色寶石有乜嘢選擇啦，之後再仔細咁同大家分享。咁你又最中意邊隻寶石呢？可以喺留言或者 PM 我直接話我聽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